后来乡亲啊，这2天有够热，太平洋高压的势力继续来增强，尤其是今仔日甲明仔载，大台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到38度以上的高温，体感温度有机会飙破40度。除了这个高温，嘛要注意台湾南边的低压带是不是有2个风台形成的可能性？气象署是讲，还佫有变数，爱佫观察。打开风电的预报系统，这礼拜4甲拜5，卢松岛甲巴士海峡的中央热带系统是愈来愈明显，敢讲佫要形成一个新的风台啊？专家讲，澳洲模式19月无记录显示，其中热带扰动发展做风台几率相关是20%，将会对海南岛的方向行。那另外一个热带扰动，有一半几率会伫24增强做轻度风台进入巴士海峡，不过变数真多。那这边的变数非常非常大，我们只知道在后续的时间，可能热带系统发展会比较活跃，但实际上它可能走的路径，它可能走的范围，其实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。现在要讲说是不是有双台在什么时候发生，其实是有一点太早了。气象署提醒，未来1礼拜就要随时注意南边低压带发展。是讲目前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各地拢是好天，尤其是今仔日甲明仔载拢在红风。最热的地方还是以西半部地区为主，那特别是在双北地区，提醒一下，今天是会有出现这种37度甚至到38度这样子的高温。全台湾上热前3名拢出现伫北台湾，来目前内湖来到37度6，新北的三甲也有37度2，新北的永和嘛有37度的高温，这拢和地形有关系。靠山边，因为这个气流过山的情形有一个下沉，那下沉最高温就往往就落在所谓的这个大台北地区，特别在内湖地区、台北地区，它本来就属于一个盆地地形，那再加上热岛效应，所有夏天的热就是暖季的热。不容易散掉。另外，今仔日全台有5个县市，体感预报上高温拢超过40度，上北上悬可能会来到41度。提醒大家出门爱过来防晒，随时补充水分，较袂着沙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